Leo， 今日同大家嚟到烏溪沙迎海3座中高層 D 室，佢係一個3房1套連工人套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798尺。一打開大門會有一個玄關位，一個呈長方形嘅客飯廳。先帶大家行出露台望一望出面嘅景觀。正前方望向馬鞍山市中心方向，而右手邊可以望到吐露港非常開揚嘅海景。門口旁邊會係洗手間嘅位置。保留咗發展商嘅交樓標準，設有企杆。右手邊係主人套房，大門後面有一個凹位，可以攞嚟擺放衣櫃。套廁亦都係保留咗發展商嘅交樓標準，設有浴缸。主人房同客廳望同一個方向，可以望到開揚嘅海景。廚房嘅工作台呈 U 字形設計，設有明火爐頭同埋雙星盤，附有工人套房。而客廳嘅另一邊就係2間睡房嘅位置。第一間睡房望返去銀湖天峰烏溪沙站嘅方向，最後嚟到第2間睡房，設有一個工作平台，平時可以攞嚟擺放雜物，又或者晾衫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我 Leo，多謝收睇。